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西貢半山區中層嘅單位。700尺兩房，開放式廚房。呢個就兩房佈局嘅呢個中層單位，西貢半山區都係外籍人士嘅集中地嚟嘅，好多外籍人士都好喜歡呢度。租金就13500，13500。呢間睡房做咗個儲物室嘅，一個儲物室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